今次嘅 business trip 去到新加坡，繼續同大家行下 cocktail bar。喺新加坡咧，要揾好飲嘅 cocktail bar 其實係好容易嘅，因為 Asian 50 Best Bar 入邊咧有11間都係新加坡，而且大部分都係集中喺同一區入邊。呢度叫做 Tanjong Pagar。今次去到呢間2024年排名第14嘅 Native， 呢度用稻米做主題嘅調酒吧嚟嘅。我嘅第一杯咧係 Kuro Koji， 表面咧係紫薯嘅 form 嚟嘅，入邊有好多個層次，包括米谷、沖繩香檸、金酒、蒸餾酒。你一係聞到佢種泥土嘅清新氣味嘅，飲落去唔可以話好驚喜，但係個味道咧有好多種層次，幾種唔同嘅酸、鹹、甜混合埋一齊，有一種好驚喜我未試過嘅味道嚟嘅。第二杯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。第一下聞咧係好陌生嘅味道，後尾發覺應該係日本煎茶魚米茶嘅感覺。整體咧係一杯茶味極濃嘅烈酒，溫和嘅茶味咧同埋烈酒相撞埋一齊。我個人咧其實就超中意呢啲咧有特別主題嘅調酒吧嚟嘅。提一提啦，佢送嘅 Refreshing Drink Sake 同埋 Final Drink 嘅 Vodka Pink Pepper Guava 咧都係超好飲嘅，所以嗌2杯其實飲咗4杯㗎。返屋企瞓覺。